闽南语连续剧《大下厝》。建州，这位太太，你是？哎，太太，太太。 哇！你真无意思了，啊叫我啥物查暝，互恁请食青草，啊我安尼人去也无看新郎，也无看新娘，啊即摆到底是安怎？恁咧变啥梦啊？嘿，好啊，啊你不落啊应一下，啊你互我一个人点遮一直念，啊你即摆到底啥物代志？你毋着爱讲？行，要行倒啦？一电话来就知啦，行。啊是要位，要倒啦？行啦。 啊！你即摆招我来遮啉烧酒，啊，到底是发生啥物代志啦？啊，姑娘啊，就啉，是讲啊就要看，来，啉酒来，啉酒。无啦，福啊！人咧讲啉烧酒嘛爱啉者有意思的。啊，你即摆安尼害我无煞煞，你到底是啉啥物意思？你毋着讲。姑娘啊，但你也无摸无搞，毒身啊，你毋捌啦。来啦，啉烧酒啦，啉烧酒啦。哦，对啦。讲这毒身啊，我想要问你福啊！啊你昨讲要结婚，啊哪会同样发毋结？ 还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讲我听我卖啦。姑娘，嘿，咱即摆算好朋友对？对。啊，你无摸无搞，你毒身啊对？啊，我是咧想讲吼，咱配合换贴的，我若这世人不爱娶某，我若做毒身啊，甲你做伴，安尼好，咱永远斗阵，来，好打。无，好啊！你即摆到底是安怎？啊，你甲文英啊是发生啥物代志？ 啊！你都看恁两个好好，安尼雄雄无要结婚，还是安怎啦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会变成安尼？迄天见面的时阵，你敢是好好一个人？会走，会哭，会叮当，搁会讲话。为什么会突然间变成一个啥物拢唔知影的人？敢讲等家的代志，对伊打击遮尔大？以后伊是要安怎？ 我的囝是要安怎？头家你敢会好好照顾伊？天公伯啊，你为什么要安尼折磨伊？我知影，伊即马一定比死搁较艰苦。你看。 你哪会来遮啦？我都叫你入一诊馆，然后自己去找你啦。啊，你无伫个，恁小弟讲，恁阿爸破病住院啦，讲住上大间的病院，我就找咱遮来啊。恁阿爸有要紧无？阮阿爸是中风啦，伊无法度讲话，骹手嘛无法度振动，连放屎尿嘛拢爱人照顾。志玲，你莫艰苦啊啦！ 代志都已经发生啊，伤心嘛无效。啊，辉弟，阿伯即马住院院啊，交互医生治疗就无毋对啊。即马嘛只有安尼啊。阿爸，你看，阮阿爸嘛就爬起来咧。阿爸，
爸。志明，恁阿爸哪拢无反应？医生有讲过啦，讲阮阿爸的目睭若闭紧吼，就表示有好起来的机会啦。我看阮阿爸的目睭闭紧，一定真紧就会好起来啊！阿爸，你看啦，多谢你哦。安尼甲我说多谢。你看，你今仔日安尼一来，阮阿爸的目睭就闭紧啊，这表示吼，阮阿爸真欢喜看到你啦。多谢你。啊那安尼哦，后摆我有闲，我定定来陪阿伯啦。真是嘞。嗯。多谢，多谢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阿母，这桌顶的饭菜你也无叮当啦。阿母，你逐工拢安尼唔食唔困，身体免哪会堪的啦？你这甲自杀受伤又无共款，敢讲我甲你讲了遐济，你还阁是想要死？志忠啊，阿母若腹肚枵哦，我家己会食饭啦。你免在遐操烦啦。我哪会袂操烦？阿爸已经倒伫咧病院，袂叮当，袂讲话啊！我无希望你嘛倒落。阿母，咱有钱无钱拢无要紧，有厝无厝通住嘛拢无重要。我干那希望你会当振作起来。我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莫阁安尼糟蹋你家己啊！好啦，志忠，我知影你对阿母真友好，我嘛知影你对我真关心，安尼会用的无？你予阿母吼好好啊认真想看卖，咱以后日子要安怎过，好无？阿母，后摆的日子有我甲阿兄。阿母，食饭啦。文英爱食鱼啊，阿福啊爱食卤肉，美娟爱食青菜，拢有啊。是安怎？以前日子歹过的时阵，大家拢会当共心，心肝内有啥物话拢会当讲出来讨论。即摆日子一个较好过，大家煞拢袂共心，大家拢无参与讲是一家遐人。小等下因若转来吼，我绝对要叫因大家斗阵食饭，代志我一定要讲互清楚。李官，你转来啊？手面去洗洗咧，小等下吼，等恁阿发姐啊，甲文英阿姨若转来吼，咱大家斗阵食饭，我有话要甲因讲。金宝，歹势啦，我已经食饱啊。我那边阁有代志啦，安尼啦，你甲阿姨爱一人食就好，吼。无咯，李官啊，李官啊，李官啊，哎，我这个查某囡仔实在，文英，你转来啊！我今仔日吼有煮你爱食鱼啊呢，小等下阿福若倒转来，咱才斗阵食饭，我有话要甲你讲哦。阿姨，其实我即摆食袂落。食袂落？是啥物食袂落？文英啊，文英啊！哎呦，阿福啊！阿福啊！哎呦，啊你哪会啉甲安尼生啦？你嘛较清醒一下。哎，阿福，你以前伫咧南洋打拼做生意的时阵，交这英雄我嘛捌看你讲啉甲醉甲清的。阿母，你敢知？我即马看到正手边的了，是我的阿母。啊，若倒手边的哦，是坚强的阿姨。哎，有当你是咧讲啥的啦？
阿母啊，你妈妈安尼逐工安尼哦，敢若要管我，安细细念，管我东，管我西，管我讲歹娶文英。啊，你是建中的陈母仪，你嘛有当时啊去甲探头一下，去甲看一下，对无？阿豪，你是咧讲啥？你心肝内到底是有啥物代志咧袂拄好？你嘛讲出来，大家会当解决啦。唉，参像你安尼啦，啉烧酒啦，都会当解决代志是？你若安尼继续搁啉落去，有一天你就会甲建超同款。唉。我袂甲建中同款，我袂晓歹运。建中即马无半项，过拢败了了，我即马真好命。文英答应要嫁我，伊得袂着文英。也毋过，我甘愿我即马卖好命，我败了了，我都无甘愿讲看到建中即马做一个病。操！唔知人死死有混混去。阿豪，你即摆是咧讲啥？迄种死死有混去，迄长老囡啊！为你伤了，等你每一年，等你回阮消息。阿爸，你的目睭已经变金嘛，就表示讲你真紧就会好起来。你要勇敢，要加油，吼！李官，这么晚你哪过来啦？我看你巴肚会枵啊，早下来留你食。你哪袂过来食？李官，其实你免这么麻烦啦。啊，你想，毋是讲你欢迎我，定定来陪你阿爸？安怎？啊，你即摆无欢迎我啊？唔是安尼啦，我唔是这个意思啦，我是伫咧烦恼啦。烦恼啥？你一个查某囡仔，这么暗嘛，搁来病院，小等下你若转去，我无法度送你转去啊。你免烦恼啦，我会照顾我家己啦，全都是你爱烦恼你家己咧。我？你爱照顾病人啊，你家己身体若无顾好，是要安照顾你阿爸？来，进来，太小紧食。阿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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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，欢迎过来通知啊！阿母，欢迎要拍卖这间厝。该来哦，总是会来啊啦。阿母，你免烦恼啦，我连没有出来找厝，无咱是共租一间来住，吼。租一间厝，啊钱咧？钱咧倒啊？阿母，你放心啦，好我来想办法。想办法？你有啥物办法通想啦？会当想的哦，阿母拢想过啊啦。阿母，我会当出去找头路啊，先甲头家借钱，安咱就有钱啊，对无？志忠啊，阿母一直认为讲你还阁是囡仔，啥物拢唔捌，想袂到真正拄着问题的时阵，你煞变甲遐尔啊体贴，遐尔啊捌代志，还阁会替阿母斗想办法啦。阿母，
你去互逼到走投无路，甚至想要自杀。我是你的囝呢，我看伫你心肝头，我嘛足艰苦的啊。你讲了无毋对啦，我敢若是一个囡仔尔，我毋知要安怎才会当来安慰你。我骂你，我怪你，我只是希望讲你会当振作起来啊。阿母，你莫阁互我烦恼啊，好无？你振作起来好无？阿母，只要咱若是共心，逐项代志就会当解决的。志忠，你真正大汉啊！安尼阿母吼，嘛会当放心啊啦。我即马就出来去找头路。阿母，你伫厝会等我的好消息，吼。这两个囡仔，但是我亲生的，唔知有偌好。志忠，志玲，阿母唔知影是毋是有法度渡过这个难关。假使讲，阿母若是失败啊，恁都要坚强起来。无论阿母伫什么所在，阿母一定会保庇恁的。为你伤一人，等你每一日，等你回阮声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。你免大叫啦，你安怎叫，伊嘛无法度应啦。护士小姐，我跟阿爸毋是已经清醒啊？啥做阮做家己，伊拢无反应啦。中好人就是安尼啦，爱做福建。那呢？福建爱偌久？每一个人的状况无共，爱靠伊家己啦。啊你哦，毋通安尼常常会倒的，爱家己变心啦，啊无会使太高粒啊呢。我知影啦，多谢你。来，这是伊的药啊，小等后伊食。多谢。阿爸，我家己变心哦。袂紧全封掉，是发生啥物代志？小弟啦，建昌，这连这中啊！小弟，厝内哪会大封掉？是发生啥物代志是？这间厝吼，你有法院拍卖啊啦！阮真紧就会搬离开这。代志哪会舞到这款地步啦？阿姨啊，你嘛知影，我一直足用心在维护这间厝。行这行迄，啥物所在嘛唔敢去，想袂到，即摆啥物拢无啊，啥物拢无啊。